各位乡亲时代兄弟姊妹、少年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奇，感谢大家继续来参加到咱的行政学的读书会。咱顶一道已经讲了伊这本课本的第一章叫做公共行政的世界，咱这回要自这个第二章，也就是伊课本第21页的所在开始来讲起哦。21页开始伊所讲的叫做公共行政学的发展。所以你看这个名，你就知影讲伊即回来要来讲历史咯，就是讲这个公共政策伊是安怎开始的，讨论到今仔日规个学科有啥物款的发展就是伊字面上的意思若是咧讲伫头前我是感觉讲即本课本的伫咧写这个公共行政的发展的部分是写甲较简单所以你若是初学者啦，我是无建议你就干那读即本因为伊即本的写甲伤简单，你应该要有更较完整的基础有迄款的完整的了解了后，再来看即本有即个整合的功能，但是你等看即本你要去准备国家考试一定是无够的所以安尼会使甲大家做一个分享。拄即个公共行政的发展也是流变我伫我的课程内面呢是甲伊分做是6个大学派我的分法甲即本册有淡薄仔无共，应该讲是真无共是为啥呢？因为我的迄个版本是自这个苏彩竹老师因为我伫大学的时阵上这个行政学是咱苏老师所上的，所以我对行政学的规个学科的熟悉，甲我对规个学科的掌握，基本上是自这个苏老师伊伫当初咧安怎教咱就安怎学嘛。所以我的版本是苏老师的版本这个是这本课本的3位作者老师的版本其实拢对啦，拢会使啦但是就甲我上课的迄个分法有淡薄仔无共你若是有上我的正课你会发觉讲哪会甲这本课本讲了无共款，其实是无共款的学者对咱的历史本来就有无共款的看法嘛。这本是用较简单的方式来分所以你若是你要准备国家考试会使讲应该国较找国较多的资料，然后咱应该才有够安尼好，咱就拄这个课本的21页开始来甲大家做一个讨论21页伊放一张相片，我感觉讲真赞，因为大家定定咧学行政学，学甲拢真无味，白食无味，是为啥呢？因为一堆学者的名一堆理论哇，读甲拢毋知影咧读啥。但是呢，你应该一定要知影一个人叫做乌卓威尔森，伊就叫做行政学之父，也是咱翻作较白话叫做行政学因老爸啦。自即个人开始，咱开始爱学即个行政学叫做乌卓威尔森。大家拢知影讲乌卓威尔森我较知影较侪就知影讲伊做过美国的总统嘛，第一个叫做有博士学位的总统但是呢，无人知影讲乌卓威尔森生做啥物款伊变的拢毋知这本课本袂歹，伊伫21页拄开始伊就放一张大大的这个相片甲你讲这个少年家就是因兜仔囝就是乌卓威尔森好伊下面就做一个开场啦。伊讲一般的人想到咱的政府甲文官应该拢想到中国的这个历史皇帝大臣还是欧洲即款的国王因的这个神主但是呢，伊讲现代的意义的公共行政，其实敢若100多年的历史，这其实伊无讲的是所谓现代的行政学伫即本册内面，伊就甲定义讲美国的迄套叫做现代的行政学啦所以这就是伊完全是踩伫这个美国的立场顶悬咧讲一句话。好即章呢有3节第1节、第2节甲第3节其实第2节甲第3节毋免看，因为伊单纯咧讲行政学的流变自咱国内有啥物款的影响但是呢，迄无重要，考试完全袂考。咱考试会考的，敢若伊的第2章的第1节，就是咧讲美国公共行政的发展。好，伊讲美国自伊建国开始其实一开始因为因是自这个英国的殖民地来去独立嘛，所以英国的殖民地来去欺压
因美国大陆顶悬的即寡人民，所以美国独立一开始的时阵，对咱的政府对因的行政，其实讲啊是真感冒，因真讨厌有即款高悬的政府的物件，因想到就是想到讲过去殖民时代，安尼政府的物件拢伫咧家人民做欺压、佮欺负，所以美国建国开始200年啊。因为因就讨厌即个集权独裁所以因就无想要去加讲公共行政。到20世纪了后因为因有即个实际上的需要，因政府开始发展，政府开始扮做即个较重要的角色，伫咱的美国的社会的时阵因才开始去草创即个现代化的行政组织。好，所以咧。伊第一节一开始先甲即个背景先讲美国建国开始的时阵，其实无人咧讲即个行政除了即个 Hamilton， 中文翻做汉密尔顿伊唯一有提到即个善良行政但是呢，其他就无要讨论一直到19世纪、20世纪的时阵才开始有人来重视。以行政的这个部分，过去拢讲参议员甲咧众议员立法权的部分行政权的到正后壁，大家才开始来去做一个讨论上重要一个人就是1887年伍卓威尔森这个威尔森总统伊当时还未做总统但是伊当时发表一篇文章叫做行政的研究主张讲公共行政甲政治是无共款的应该甲公共行政独立做一个学术的领域才开始了公共行政的这个学科的发展这本册呢过来你伫这个22页下面伊个看到讲一个演变的过程伊从这个1887年到1930年代叫做布艺的时代，1930到1945叫做行政原则的整合时代，1946就是二战了后到1950年代叫做行政原则的崩盘中文写作瓦解就叫做崩盘崩起好1950到1970年代叫做公共行政的秩序危机中文翻做秩序危机、秩序危机最后咧伫1970年代了后叫做公共行政的自我定位伊分作1、2、3、4、5个大时代。我讲一解，1887年到1930年代叫做布艺的时代，萌芽时期。1930到1945二战进程叫做行政原则的整合，行政原则的整合。1946二战了后到1950年代叫做行政原则的崩盘，行政原则的瓦解。1950到1970叫做行政的秩序危机时期，公共行政的秩序危机。1970年代到即马伊叫做公共行政的自我定位，公共行政的自我定位好伊这个部分呢，就是分做这5个大时期来做介绍甲咱分做是传统、修正、整合、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甲新公共服务这6大时期，这是我家己用的这本册是用5大时期来去分。好，咱就小可甲大家做一个介绍搁较详细你家己去找这本册来看。好，咱就自第一阶段叫做公共行政的布艺的时阵1887到1930年代一开始咧伊讲19世纪上后壁到20世纪的初期美国是这个农业会使推广伊家己生存无啥物外面的威胁渐渐的去发展都市化、科技化等等因国家的私部门经济嘛是发展甲愈来愈好但是后壁咧开始有这个国家安全有一寡挑战，所以大家就发觉讲政府的行政的效能哪曾是真重要一件代志所以大家咧伫1920到1930年代开始来去发展研究讲政府行政体系安怎去设计安怎去补强所以呢伊就讲像伫1924年的时代的时阵伫这个雪城大学开始有全美国第一个公共行政的学系
1924年开始。这个时代就讲公共行政不严的时代，大家开始来去发觉讲公共行政哪层真重要，开始来发展这个学科的时阵有几个较重要的特色。第一个就是行政甲政治的二分，我有想着讲这件代志。像这1900年的时阵，古德诺伊发表叫做《政治甲行政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这本册，主张政治是国家意志的展现，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彼此是无关系，要独立来去讨论。第二个特色叫做行政的科学化，因为迄当时咱就讲19世纪到20世纪有真侪发明这个人嘛 ，Edison 福德开发明汽车的迄个人嘛，所以这个科学的发展嘛，影响着咱的行政学，所以咱政府去处理这个现代化下面专利的规范、产业的规划，伫遮呢科学化嘛变做是一个普世价值公共行政学术嘛，人感觉讲应该有科学化，就像这个法用中文翻做费尧甲这个泰勒，中文翻做泰勒你嘛主张讲，咧管这个公部门的时阵管这个组织的时阵，应该用科学的方式来去管理，来去设计，结果较好的这个行政的组织用这个方法，咱提升咱行政的科学性甲伊的效率。过来第三个叫做经济甲效率就是拄则讲的，泰勒就主张讲应该用科学化、标准化这个较科学的方式去研究，去发掘一个唯一的上好的方法 ，the best way 来去处理、来去领导规个组织。过去伫1920年代正正因对这个行政的看法，大部分拢是自因的经验还是讲这个道德伦理什么讲善良的人 ，man of goodness 来领导，伊讲这无够，应该要有一个管理的方法甲管理的原则。最后第四个就是上下阶层就是伫1920年代有这个进步主义伫美国发展 progressivism， 真歹念伊就主张讲要有进步的观念所以绩效优良的企业是上好的模仿的对象政府应该去设计安尼顶层甲下层领导的关系，顶层来去领导下层来去推送因政府想要做的物件。这四个就是伫1887年到1930年代咱讲公共行政的不严的阶段上重要的特色。第一个叫做政治甲行政的二分，第二个叫做行政的科学化，第三个叫做经济甲效率，第四个叫做顶的阶层。过来1930到45年会使讲是第二阶段，叫做行政原则的整合。这本册内面呢，就真强调伫这个1930年代就讲自这个不严的时代，大家开始来去科学，大家来去发展这个原则。伫1930年代呢，正式推出出叫做 POSDCORB 这个原则就改叫做公共行政的黄金的年代这个 POSDCORB 呢是谁推出的？是1937年古力克甲尤维克，中文翻做古力克甲尤维克因有这个一本论文册叫做 Papers on the Science of Administration。因就讲其实行政主管的功能就是7件大的代志 POSDCORB 这你若是要考行政学，你一定爱记的。这是啥物呢 ？POSDCORB 是一个整合的这个写法，其实叫做 Planning、Organizing、Staffing、Directing、Coordinating、Reporting 甲 Budgeting 这7个大物件呢，伊感觉讲我已经发觉讲上重要的一个管理原则，就是 POSDCORB 咧解构好，政府管理就会使处理好这第二阶段。过来第三阶段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了后，美国因国内有真侪战后要做的代志伫国际上美国嘛被看作是世界警察所以因伫国外嘛有真侪代志要做，所以你就开始发觉讲你过去第二阶段讲这个 POSDCORB 哪层是无够所以伫第三阶段伊叫做行政原则的帮盘，伫1946到1950年代战后
美国诶责任搁较大，开始发觉讲这 PSD 收入比太过简单咯，无够用，所以像这个 Simon 大家拢知影这个 Simon，伊伫个博士论文啊，1947年发表叫做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行政行为，就感觉讲这个 PSD 收入比无啥有够吼，伊感觉讲这个咱行政学嘅研究应该放伫逻辑实证论顶悬，用会使去验证嘅事实嘅这个部分，毋是价值嘅问题，是事实嘅部分，毋是价值嘅部分。PSD 收入比就是一个价值啊，你应该安怎做？但是伊感觉讲应该甲研究重点放伫事实发生，你会使去观察，会使去试验物件。好，除了 Simon 来批评以外呢，瓦道这个大家应该拢知，瓦道伊发表叫做行政国的 Administrative State 一本册内面嘛，从历史的角度来去批评 PSD 收入比袂使互看作是一个帮助四海拢有效的一个行政原则，因为感觉讲从历史的角度无共款的时代，无共款的状况。你有无共款的手路来去处理咱行政的问题啊？袂使讲完全就是一套 PSD 收入比，这是无够用的。过来这个还有一个学者，应该讲是实务界这本册内面写我才知影叫做 Apple Pie 爱波比要安怎念的 APPLE Pie 好，伊就批评伊这本册叫做 Policy and Administrative， 伊就批评讲过去拢主张行政为政治内面来去脱离，但是伊批评毋是行政不但无法度自政治当中来去离开，反倒是应该甲行政放伫政治活动的内面去讨论，安尼才完整。好，所以开始受到批评第四阶段就是公共行政的秩序危机的时期是1950到1970年代。迄个时阵有真有名的一个学者叫做 Vincent Ostrom，伊就提出这个 intellectual crisis， 讲咱行政学面对着秩序的危机我就把这叫做身份危机 identity crisis， 就是我是行政学，我到底是啥我毋知影我家己是啥因为为啥你毋知你家己是啥？因为行政学自从二战了后，开始受到真侪学科的影响变做是你看，伊讲你会去学这个政治学，会去学这个企业管理，会去学这个社会学，会去学这个社会心理学。所以你学来学去，学到尾你就发觉讲你家己是啥，你煞毋知？你嘛有去学政治学，那你就是政治学嘛；你嘛去学企业的管理，就是企业管理嘛。学来学去，我说你家己是啥，你家己看，煞袂死去咯。好，所以这就是第四阶段秩序危机、自我认同的时期。要到什么时阵才发觉讲你到底是啥的？是伫第五阶段叫做公共行政的自我定位。1970当时美国咧拍越南的战争国内有这个种族的冲突甲这个民主化的这个呼吁所以伫迄当时美国开始国内自这个公共行政的部分开始思考公共行政到底是什么款的一个学问，所以就发展出两派，这敢若是写两派，但是应该有三派。伊伫这敢若写1968年的时阵，我伫这个Millbrook 开会嘛刷成大学的 Millbrook 推出了 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 新公共行政所以这新公共行政学派主张讲应该把行政学的讨论放伫公共性的讨论顶悬，主张行政人员必须主动来去捍卫公共价值去实现公民的参与，保障公共利益的实践。这是 New Public Administrative NPA 新公共行政咧讲的。过来1980年代到1990年代有这个新公共管理 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 因是自这个政府的效率伤差啦，然后民众批评，所以因主张要提升公共组织的效率出发像这个你今年嘛有考嘛 Osborne 甲 Gabler 1992年有一本叫做 Reinventing Government 册，就讲政府要有10个企业型的政府的原则
包括催化型的政府、社区型的政府、竞争型的政府、市民驱动的政府、结果导向的政府，这个国企业精神的政府这个疗想性的政府、分权的政府、市场导向的政府等等10个真多就感觉讲公共行政应该自这个提升政府效率去学企业来去做伊的讨论。搁较尾伊无讲到的是伫2000年的时阵 Dan Hart 这对学者夫妻因果推出了一个叫做新公共服务 New Public Service NPS 的学派影响到咱现在叫做治理这个时代这本课本就无写，这本课本伫1980年代敢若写 NPA 甲 NPM 是淡薄无够好，咱到这呢就甲第2章的第1节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就是这本册对咱行政学的发展是用我的讲法讲行政学的流变伊甲伊分做5个大时期搁讲一解伊安尼分嘛是会使，但是伊安尼分有一寡较简单的分法无够详细。你若是要准备国家考试看这应该是无啥够8成尔啦，8成会使去 cover 咱的国家考试的题目，所以请你家己去找其他的资料。你讲第2节甲第3节咧讲啥呢？第2节咧讲美国的公共行政学界对台湾的公共行政学的领域的影响甲发展。咱讲知影第一批学者拢是去美国读册嘛，所以就甲美国迄套搬来国内来去使用。第3节咧讲台湾的公共行政学的发展什么大学的科系安怎去开始啦，学术的这个研究出版实际上咱现代公共行政面对着的挑战等等看看就好像考试袂考啦其实伊有提出一寡问题但是我感觉讲伤客气自我自这个台政治系公共行政组甲这个公共事务所到即马咱伫政治系博士班咧读这个第3组就是丙组公共行政组的观察其实国内的公共行政学界会使讲你会使讲伊是扶不起的阿斗，但是咧完全咧怪伊嘛，袂应该安尼讲，因为真可怜，伊即马咧就是讲学者要升等嘛，要升等嘛，伊要升等，伊就爱有这个点数，爱有点数嘛，点数就爱发表论文你讲一篇文章你紧发表有点数摕好升等嘛，你要研究半工写一篇旷世巨作。歹势你发表伤久咯，你点数无够你直互人fire 啦，所以为了拼这个点数直接讲就是呢，现在的研究了很多都是量化去收集一些第一个就是收集一些数据来跑统计就拿去发表他当然会不服这样的一个说法，说我这个也是很有研究见解，但是就我看那就是跑统计嘛，请问对我们的实际行政对我们的政府有什么实际的帮助吗？第二个呢，现在很流行的就是把过去可能30年或是40年的论文全部可能几百篇全部汇整去研究过去这个学界发展的一个趋势。当然这种研究是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核心你对于我们的行政对于我们的整个学科对于政府现在的实务到底有什么发展？没有，只是因为好做，现在技术可行，可以用大数据去跑分析，然后呢发表的快，所以他们就在做这种的研究。那第3种就是呢分类型例如说针对政府跟非营利组织的互动就把它分成几个类型，然后呢套几个个案进去带一带就拿去发表论文。我姑且就把这种的学者叫做学术界家族真可怜要拼这个点数去研究摕国家的这不是讲感觉啥代伊是摕国家的补助款的摕国家的计划来去做这无路用的研究啦，讲实在咱咧批评就是安尼讲嘛我无讲啥反正我家己去观察到，因为我正经嘛有做一寡教授的因的这个助理嘛，我就感觉讲做这个助理来帮因做这个研究是感觉讲真痛苦，因为这个研究伊摕国家遐尼侪研究的经费研究半工是要研究对咱的国家社会有啥物款的帮助就是讲看咱的社会科学院的大佬有咧替咱摒扫的这寡学里送互巴送，我感觉讲恁当遐甲这个
咱的教室啊，咱的研究是扫好清气，因对社会贡献啊，佫较比即寡办公室内面的大学者啦，佫较大。你实际讲起来是咱公共行政学者。真了然嘛是制度使然的一个现象啊，像我研究的主题啊，是地方的治理嘛，我想要去讲咱即马有地方创新的政策，要安怎去做好即个地方会使有更较好的发展。我的研究的主题是伫遮嘛，但是我得替咱伫立岛做研究，咱的发觉，咱自即个地方的观察来学界，因拢无。介意听这啊，因就一直问你讲，你的理论是啥？你的架构是啥？我讲你理论归理论，就无理论通好来解说。我怎么去发展我家己的理论？讲要安怎去推送咱地方的政策，互咱地方会使好好发展，互咱社区会使有更较好的这个协作的这个机制。我讲我讲这，你都规工，你感觉讲啊？你的理论是啥？你的结构是啥？你的这个学者你的背景是啥？这就是无背景的物件，你地方咧协作咧，啥有背景，就是无背景咧，才开始要去发展这个学科，是自咱台湾本土来去发展，咱会使用的这个理论甲架构嘛。你都唔爱听这啊？种美国迄套啊，美国为虾米学者你敢有看其他论文咧写这？拜托，你台湾的状况甲国外的状况敢有共款？做国外的状况咱。都嘛看过，但是咱即马咧讨论是国内实际上要安怎互地方更较好诶嘛，因都无要听这啊，所以呢，实在讲啊，做研究伫国内嘛是真悲哀诶一件代志啊，无法度做你想要做诶。搁有啊，你像国内嘛是对咱公共行政嘛是你来讲因无要插嘛是安尼讲嘛对嘛，就亲像我自即个开始啊，伫台大政治系博士班咧读册，夭寿哇。这个完全互放心诶！你讲啊，你拢读到博士啊，你家己去找教授啊，家己去找研究啊，毋是嘛上基本诶嘛？你已经读博士班无几个学生，结果你一个系主任，哇，完全无联络，系无完全无提供啥物款诶资源安怎拢无呢？所以你若是去看咱诶专系即个人数，公共行政组啊，永远拢排第一名也是第二名，为啥呢？因为你大你就完全无咧重视即块嘛，所以你活该嘛。逐年呢新闻出来讲政治系公共行政组要申请转系人数啊，个安怎第一名、第二名，搁来怪学生讲你拢学生安怎拄安怎，你规个系主任到伊组内的老师就无讲偌重视你的学生嘛，煞毋知人2年就想要来转走啊，你教的物件。嘛是讲一寡妄讲，无实际的用途，找研究生来做研究嘛，要来研究啥货，大家拢踮遐咧醉生梦死，拼点数，拼发表，发表了搁安怎，有点数搁安怎，对咱行政实际上，咱台湾的问题敢有解决，拢无嘛。咱讲伤多啊，因为这第2章的上后面3节，第2节、第3节、第4节咧讲公共行政对台湾的这个影响啦，我想着我。家己嘛是自即个学文出生诶，虽然讲咱半途而废啦，你在讲是即个叛徒啊，骂甲遮歹听甲大家毋敢讲诶拢讲出来，我想讲叛徒啦，你讲就是安尼叛徒家己学袂好才来批评实在你讲反正呢我就是甲我诶观察推出来，你若是要看因即3位老师自老师诶角度要安怎讨论国内行政学诶发展你会使去看即本册。咱即回有淡薄讲较伤远咱就简单甲大家报告到遮，希望对大家咧熟悉咱行政学发展甲伊诶即个流变有一个帮助。咱即回就到遮，后一回咱继续来甲大家讨论伊诶第3章，叫做啥呢？叫做公共行政诶政治环境